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月，新疆和田与喀什接连发生暴力事件，这些涉及维吾尔族群众与警方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共造成数十人死亡和受伤。新疆有关当局表示，要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暴力恐怖活动及其犯罪分子，保持新疆社会与生活的稳定。新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民族矛盾，还是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美国维吾尔协会会长阿里木斯伊托夫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些话题，更欢迎中国的观众和听众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所以在节目当中，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今天的讨论，400-120-0551。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gmail.com。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阿里木，欢迎来时事大家谈。非常荣幸再次有机会上你们节目。刚才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提到，就是现在是8月份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和将近月中或月底的时候呢，新疆的和田和喀什都发生了暴力事件。第一个问题，我想先问问您，就是喀什这次这个事件，你是怎么看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喀什这场事件？喀什的事件，首先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从中国官方来的。中国官方当然在东土耳其山任何地方，无论是喀什也好，和田也好，在乌鲁木齐2年前也好，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被称作是恐怖主义活动，或者是三股势力，或者是海外支持下所发生的一些活动。但是在喀什，据我们了解，我们打电话问好多就是喀什的维族人，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什么恐怖主义分子、什么基地组织训练的一群恐怖主义分子在喀什进行恐怖活动，就是很少一部分已经绝望到底的年轻维族人没有办法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的任何一种，就是对中国政府的愤怒也好，也就是中国政府对喀什古城的拆迁也好，没有办法能表达他们自己心里的这种就是意见，他们就是在绝望中就是上街进行了暴力。除了这些对刚才你提到的拆迁，对古城的拆迁以外，就是你所说的他们实在是不能忍受了，还有其他哪些方面的原因？现在对就是75大镇压以后，也就是2009年75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对东土耳其山的政策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新疆也好，在西藏也好，都是错的，我们应该有所改变。他们没有这种想法，中国政府现在的政策是，我们必须要高压严打比方说，从8月15号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8月15到10月15号，在新疆各地进行高压严打。这已经是75事件以后已经开始了，在很多维族人中国政府抓了他们的儿子呀，他们的父亲呀，75事件这种事件非常多，然后这当然引起维吾尔民族的不满，所以好多维族人，尤其是75事件他们的儿子呀、孩子呀被抓或者被打死那些维族人，当然他们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在喀什，中国政府决心就是把喀什古城，也就是维吾尔民族灿烂文化的一部分要被消灭掉，以地震为名。但是这是喀什的好多维族人，绝大多数维族人。地震为名指的是什么？对，因为2008年不是在就是四川有大地震。将近10万多汉族人，无辜的汉族人死亡。死亡以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个，但是在为名来消灭就是车蔡，也就是喀什古城，说喀什古城要一地震的话，这古城就要被毁灭，人要死亡。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我们必须要消灭这个城市。但是
在四川所倒闭的所有这些楼房都是新建的楼房，这不是什么古城。所以维吾尔民族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目的的，就是消灭维吾尔民族的文化、维吾尔民族的城市、维吾尔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政治上和宗教上压迫维族人，这是中国政府有目的的，就是消灭维族人的几千年的文化。所以对此维吾尔民族很不满。刚才我们谈的主要是这个喀什上个月喀什发生的这个暴力事件。那么在7月初的时候，在和田还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些武装人员攻打袭击了警察局或者派出所，打死了，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话，我看到的报道是打死4名警察，然后警方在和这些武装人员的，主要是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的战斗中，打死了14人。这次和田的事件和喀什的事件和2009年所说的这个7·5事件有什么不同？和田事件，第一，这中国方面的解释，像我刚才说的，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生的任何事，只要是维族人在里面，这就变成了恐怖主义或者是三股势力。和田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了解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武装人员冲进什么派出所就是打死几个民警呀，或者是抓了几个人质之类的。实际上是最近就是火车就是通到和田这之前就是中国政府7·5之后，他们以建设新疆为名，就是把喀什和和田的好多非常好的地区，就是转给口内的一些省市自治区，像深圳呀、浙江呀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收买这些很好的土地，然后政府就是迫使这些维族人搬家或者是撤迁他们的房子。然后在和田是90%多都是维族人然后火车一通以后，中国政府就开始迫使这些维族人就是离开他们的房子，然后或者是就是撤迁他们的房子。好，这引起当地维族人不满，然后不满以后，中国政府就是这些派出所呀、公安局开始抓这些不满的维族人。就是7月18号那天，几百多个就是维族人，他们上街游行，他们去就是公安局和派出所，然后是首先发生是7·5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任何维吾尔民族的群体性活动，就是上街游行，都是靠杀人灭口打压他们，然后就是赖。就是扣帽子，就说他们是三股势力，他们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发生事情是这个，上街游行都是有男女老少。中国政府打死，实际上是打死了在20多个维族人里面有一个11岁的女孩叫汉嘴来，他们实际上都是去哪里？就是去派出所要人，就是他们的孩子可能被抓，其他几个被打伤，他们去说这些下班时候他们去的，然后这些警察开始打他们，打死了多少人，然后其他人就开始攻击这个派出所，他们手中的那些所谓的武器根本不是什么恐怖分子或者说武装人员用的。你看他们的手中是石头，手中你看他们是菜刀或者是匕首，他们当然有些人可能用了，就是他们说是燃烧瓶，就是一瓶子汽油一瓶子汽油点的火，这根本不是什么武装人员或者是恐怖分子，一般人都可以搞，就是一瓶汽油点上火扔这个东西，这是这样的。然后中国政府当然把这个形容成是一股武装恐怖维吾尔人员袭击一个派出所。当你听说就是新疆政府的发言人侯汉民所说的，他说这些维族人起初都找不到派出所，你看恐怖分子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或者是找不到派出所？这事实上不是这么像中国政府这样说的，这是武装人员或者是恐怖分子袭击派出所。当然，你看中国这方面当然是几个警察可能死了，但是维吾尔方面你看是20多名维族人死了。在恐怖活动上，一般是1、2个恐怖主义分子，或者是用冲锋枪呀，或者是用炸弹呀炸死很多人，然后是自己死亡。这个你可以看4、5个警察死了，20多个维族人死了，这根本不是什么一个恐怖主义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一种像中国政府所表示的这种活动。当然，新疆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暴力事件，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如果要是再往更远处说的话，
甚至在这个30几年前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暴力事件。当然，中国政府的官方的说法就是这是和恐怖组织有关的一些恐怖活动，刚才你所谈的呢，这是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对这个社会的对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不满所造成的。那待会儿呢，我们这个节目会继续来讨论这个新疆的这些暴力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民族矛盾，还是像中国方面所说的是恐怖活动。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新疆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民族矛盾还是恐怖活动。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400-120-0551，400-120-0551。言论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事大家谈，畅所欲言的平台。有他们专政那些人吗？请问你赞不赞成？我们国家必须是。还有这个新疆和西藏、内蒙古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同意这个自治。请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400-120-0551，发出您的声音。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sinwen@gmail.com。用 iPhone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VOA。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请上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一格 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了：可按类别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为 VOA 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同样适用于 iPod Touch 和 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欢迎回来，阿里木。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些中国的观众和听众，现在等在线上。我们先接几个电话，然后再谈。没问题。辽宁王先生，辽宁王先生你好。你好，首先华盛顿那位就完全是一种谎言啊！新疆有部分新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想要独立是毫无疑问的。首先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高压打击。首先来说，近2个月在新疆进行严打，我觉得是正确的。不管有多少从巴基斯坦或者是从中亚进来的受训的恐怖分子，有多少就干掉是多少。首先来说，在华盛顿的那位嘉宾所说的一切都是为维族一些辩护而已。我首先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严酷的打击。我有不少同学在新疆，加新疆大学同学。首先来说，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儿子后代，首先来说都在内地生活，想尽一切办法要离开新疆，因为在那无时无刻不感到恐惧。首先来说，这是一些宗教极端暴力分子，首先要把汉族人赶出新疆，这一点是确信无疑。好，梁王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你，因为是我们线上有观众和听众特别多，今天让您讲到这里，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我们再接一位啊，是江苏的左先生，江苏左先生，你好。左先生你好，请。你好，请讲。左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这个新疆人支开不支开？江苏左先生，请您在发言的时候把您的电视机的声音关小一点，有回音，我们听不清楚您在讲什么。好吧，请您过一会儿再打回来，您先挂掉，有回音我们听不清楚。我们接下一位，河北的朱先生，河北朱先生你好。朱先生在线上吗？喂，你好。朱先生请讲。问的是我吗？是，请讲，朱先生。我说中国在新疆这个问题啊，早在唐朝的时候安史叛乱的时候
就给中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中国现在绝对不允许新疆现在这个做法。现在我要说的事情我说完了，谢谢。好，谢谢河北的祝先生。好，感谢啊。我们接了2位阿里木，你看这个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啊有很多老百姓，对，特别是这些汉族群众，对维吾尔族有很多误解，对，可以说，矛盾很深，而且我也是听一些，像刚才我们的这个观众也说，他有朋友的，我也是听一些在新疆生活的，工作的一些汉人讲过，的确，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这个矛盾很深。新疆的这个民族矛盾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新疆的民族矛盾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政策所造成的。你看49年之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所谓的解放军侵占东土耳其斯坦之前，在我们东土耳其斯坦有很少的汉族人。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移民殖民这块土地，就是把这块土地变成就是搞成中国的一部分。然后49年以后，49年之前才有3%到4%的汉族人，49年以后到现在是，可能是汉族人是多数，现在东土耳其斯坦，尽管是中国政府说是42%、43%，但是当然49年以后汉族人来到东土耳其斯坦，他们当然要的土地是水的土地，资源是水的。水是水的，什么都是。他们当然要来，在中国武装部队的支持和拥护下，他们就是掠夺、抢维吾尔民族的土地和这些东西。阿里木，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就是刚才你谈的是在49年以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权成立之后，你说是中国的军队进驻了新疆，就是你所说的叫东突厥斯坦。对，在49年之前，这个东突厥斯坦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吗？当然，从1944年到1949年1944年到1949年，对，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了。但是因为苏联支持毛泽东，斯大林支持毛泽东，苏联军队支持中国共产党军队，就是来侵占东土耳其斯坦。所以苏联政府当时就是，当时44年的时候，4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进去，那时候有汉人吗？那个地方？那时候有一部分汉人，对，这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和一部分做生意的汉族人，就很少一部分，所以只有30,000，就是250,000。那个时候新疆叫新疆市，对吗？但是国民政府讲是新疆省，但对维族人来说，自古以来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因为新疆这个民族新疆这个名字是汉语的，维吾尔民族住在那儿的从来就没有人。显然这是新的疆土嘛，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阿里木，因为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一开始提到这个新疆的时候，你总是用的是东突厥斯坦。对。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中国中国号称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中国的疆土在扩大的时候，我的历史知识很少，但是呢，没关系。跟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在历史上的几千年当中，领土扩大的时候，是因为中国汉族受到了外来民族，在过去主要是游牧民族，你比如说有满族，对，有蒙古族，对，他们在进行这样的领土扩张的时候，征服了中国，使得中国的这个疆土扩大了。那这个所谓东突厥斯坦这个国家在44年宣布，就是你刚才所说44年宣布之前，那个地方属于什么？
44年宣布出现，当然像你说的，中国今天版图扩大是因为蒙古帝国也所谓的元朝和也就是满清帝国满族侵占中国，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是侵略者，他们都侵占了中国。但是现在中国历史说，好像他们都是中国的朝代，好像他们侵占的所有土地都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他们是外来侵略者侵占了中国。当时也就是侵占了中国，汉族人根本没有执政，是满清和蒙古人，然后他们扩大了所谓中国今天的土地，他们两个都是帝国主义，他们就是侵占了别人的国家。然后就是中国共产党搞的是把所有这些满清侵占的或者是元朝侵占的，也就是蒙古侵占所有土地，都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都应该是扩入今天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所以你看今天的所谓的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你要看，这根本不是什么汉族人的土地，汉族人所住的是中原土地。你看，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秦始皇统一了什么西藏了吗？统一了今天的新疆或者是东土耳其斯坦？没有。秦始皇统一的是很少的中国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共产党就用历史来所谓的非常软弱的一种历史来就是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就是头脑清洗。所以在中国人里面或者中国的平民里面，他们认为中国就这么大，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满洲国这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满族人这个统治中国是有几百年的时间，对对，有300年左右。但是他们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当然没问题。好，下一位是浙江的陈先生。浙江的陈先生你好。好，下一位辽宁的杨先生。辽宁杨先生你好。辽宁杨先生。你好。杨先生请讲。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吧？听清楚，请讲。好。请讲。我认为新疆的矛盾现在发生的官民冲突，应该是官民的矛盾，也不能说是民族矛盾，也不能说是恐怖主义的矛盾。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内陆现在官民冲突也不少。我觉得这个嘉宾呢讲这个新疆是什么突厥斯坦这个共和国，这个因为我对这个历史不太了解，但是我有一部中华民国时期的地图，这个地图标的是蒙古和新疆、西藏都是中华民国的国土。现在我觉得说新疆现在的不能说是民族矛盾，也是说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我不太相信，因为恐怖主义组织他能拿这个刀拿一个说是燃烧瓶去搞恐怖去呢，是不可能的。好，感谢辽宁的杨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你，因为我们现场还有很多观众啊，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四川的王先生，四川王先生你好。四川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江苏赵先生，江苏赵先生你好。主持人好。请讲。我呢，这边就是说，中国呢，就是这个嘉宾呢一派谎言。我觉得他这个不了解情况。新疆是维吾尔族自治区，藏族、西藏藏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如果按他这个说法，全部都要独立和分出去的吗？中国是56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这个现在的矛盾是发展新疆过程中，由于这个方法不对，可能一些问题哈。绝对不是民族矛盾，我也不赞同，可能是恐怖，我也不赞同。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在海外，不要把问题都往中国那个执政这个头上推，好像什么民主啊，什么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共产党执政是2000年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而不是说共产党就要控制什么东西，这个是不对的。共产党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做得越来越好，他在改正他的错误，他在改正他不正当的或者不合理的一些政策。中国30年一直是发展的，共产党也是不断的完善的，中国人越来越自信的。
好，感谢江苏的赵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让您讲到这儿，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观众和听众啊。刚才我们这其中一位观众就是讲到就是赵先生讲到说，他也不认为是民族矛盾，也不认为是恐怖主义，他就说这就是社会矛盾。您怎么看他的这些看法？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杨先生和赵先生的讲法，这里不是什么民族矛盾或者是恐怖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共产党压迫维族人，维族人反抗；中国共产党压迫西藏人，西藏人反抗。我们刚听说，就是有一个西藏僧人他就是自焚，对，他自焚就是死了。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自焚要死亡？因为是中国共产党压迫西藏人。中国共产党压迫汉族人，汉族人也要反抗。我们看到了8964，汉族学生在北京各大城市都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这里的矛盾当然不是维族人和汉族人的矛盾，这里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斯坦、在西藏和其他所谓的自治区的高压严打性这种移民殖民性政策而引起的。所以维族人反中国政府，藏族人反中国政府，当然中国政府的代表是谁？汉族人。所以有的时候这好像是变成是维族人和汉族人之间有矛盾一样，但中国政府当然把这个搞成是好像是民族矛盾，维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矛盾，这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同意。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在在就是改善自己以前的错误，这个我不同意。假如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让中国人民投票今天来选一个共产党或者是其他的党，然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话，我们可以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然后他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改善自己以前的错误呀之类的。但是在口内，在北京、上海，对汉族人在现在越来越好，汉族人的生活水平高，汉族人有很多自由，他可以出国旅游，他可以在美国之音可以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是作为维族人，这是作为藏族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更坏。现在情况下，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周末在大连有几万个汉族人上街游行，中国政府枪杀他们了，打死他们没有？2008年3月10号，西藏人在拉萨上街游行，中国政府打杀他们。2009年7月5号，维族人拿着中国的国旗上街游行，他们被打杀变成了恐怖主义分子，是这么回事。所以好多汉族同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维吾尔族的情况，他们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每天24小时新华社呀、CCTV 中央电视台呀播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优惠政策、那种优惠政策，维吾尔族中国共产党这么优待维族人和藏族人，怎么搞的这个民族，这个落后的民族还不感激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感激我们给他们带来的这么好的发展这些呢？这不另一个还不是什么发展问题，维吾尔民族从来不反对发展，我们拥护发展。但新疆的发展和西藏的发展，这根本不是为了维吾尔民族或者是西藏民族而带来的发展，这只是为了移民和就是掠夺当地的资源而带来的发展。你看新疆有这么多石油，这么多煤炭，这么多汽油，这么多各黄金这些的资源，但是这些来的工厂全是汉族人的，工人全是汉族人，不要当地的维族人，他们开采这些的，这么富裕的一个土地，但生活水平最低，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前途的都是谁？维族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也没有钱，也没有权，也没有任何能发表和平的方式发表他们内心的任何一种抱怨的这种权利。他们上街游行就变成恐怖主义，他们拿个小刀捅一个汉族人或者是一个警察，他就变成了基地组织训练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这是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宣传，中国政府只是这样在中国内进行政治洗脑。所以好多汉族人他们也没有办法每天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看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些极端分子打杀无辜的汉族人。当然假如我是汉族人，我也不会高兴的。我认为这些维族人怎么搞的？他们在和田杀我们汉族人，在哈什杀我们汉族人。这西藏人怎么搞的？他们每2-3天在拉萨这个地方捅一个汉族人，他们的目的想干什么？想把我们汉族人赶出去吗？当然作为一个汉族人我会这么想，但作为一个维族人，你看
就是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中国的武装力量，然后是来到我们东土耳其斯坦、西藏的移民，他们都歧视，他们都恨当地的民族。我们做了什么在东土耳其斯坦？我们把我们的土地给了汉族人，把我们的家园给了汉族人，我们的资源他们随便拿走，1分钱不给我们。然后我们的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没有水平的一个民族。我们没有维语的学校，我们没有维语的大学，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表演。我们线上有很多导播提醒我，线上有很多这个观众和听众在线上，我们接几个电话。正好有一位新疆的啊，新疆周先生还在线上吗？新疆周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第一呢，我那个不赞成这个所有和这个有关这个维族的这个冲突啊，这个都任命成一边倒的看法，说成是这个恐怖主义啊，要实事求是啊。第二呢，这个对新疆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维族人被边缘化啊，我感到很担忧。第三呢，这个。由于是这个政府啊，这个严重腐败引起的维族人民这个严重不满啊，我也表示理解啊，谢谢啊。好，新疆的周先生，阿里莫，我想接着咱们这个刚才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像我们这位新疆的这个观众周先生也谈到，就是他也反对，就是说不能把这个。新疆发生的维吾尔族人的这些，无论是抗议也好，有时候是暴力的这样的抗议也好，就把它称作是恐怖活动。对。但是的确是有在阿富汗战争当中有维吾尔族人参加了塔利班的这样的组织来作战，在关塔那摩湾就曾经被关过。这样的战俘，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对，你看首先是这个新疆的周先生，他在新疆生活我不知道多少年，去新疆就是49年最初就是50几年呀60几年来一批就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这里好多知识分子从上海各地都来到新疆，他们是首批来到新疆的汉族人，也是49年以后，他们对维吾尔民族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知道维吾尔民族是个不仅仅是能歌善舞的，非常友好的好客的一个民族。他们不是什么恐怖主义、像的三股势力啊、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当然也不同意中国政府的这种高压严打性政策，所以像维族人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变成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像前几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个汉族小伙子闯进一个派出所，杀死了用刀子捅死了8、9个汉族警察。中国政府不说这是恐怖主义分子，就是5月份在江苏发生的爆炸案，一个汉族人他在几个官方的大楼上他进行爆炸，杀死了3、4个人，这也不是恐怖主义。但这里面这不是维族人，汉族人里面也有，也反对政府也杀这些的。但是维族人里面也有个人的抱怨也杀，这不是跟塔利班或者是基地组织或者是恐怖主义有关。在阿富汗，当然因为中国共产党49年以后的高压严打这种摧残性、消灭性这种政策，使得迫得好多维族人无法在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能像人一样堂堂正正的生活，他们的有的父母被杀死，有的孩子被杀死，他们不能反对中国共产党，所以有些人去了阿富汗。对，去了阿富汗以后911发生，911以后，美国侵占阿富汗，把22个维族人被抓起来，也就是带到广塔那摩。在广塔那摩后，美国政府就是1、2年的已经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恐怖主义分子，也根本没有和塔利班呀就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们就是跑到阿富汗，希望能跑到巴基斯坦或者是去欧洲呀、美国之类的。当然东土耳其斯坦的邻居是阿富汗、巴基斯坦，那有基地组织、有恐怖主义分子，那没有办法。所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不是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把17个已经分到其他的国家，现在有5个。美国政府希望他们能去另一个国家，但是不能把他们派到中国，因为中国把他们当成是恐怖主义分子，然后又把他们枪杀。所以美国政府希望能找到一个国家，让很多国家都害怕中国，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些5个维吾尔民族，是这样的回事。就是中国政府认为最
最大的这些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在美国政府被抓的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美国政府都说这些事实上都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应该被释放，是这么回事。所以中国政府的所谓三股势力、所谓恐怖主义的这样就是表现，就是这样的称呼，这实际上就是抹黑维吾尔民族，或者是就是魔鬼化。这用这个名义用这个借口，中国政府才能欺骗中国的汉民族，才能欺骗世界人民，才能高压严打维族人，消灭维族人。好，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还有一位是河北的崔先生，河北崔先生你好。崔先生还在线上吗？好，下一位福建庄先生，福建庄先生你好。喂，庄先生请讲。像中共开挖新疆，像资源都是中共那些贵族掠夺，又瞧不起那个维族人。比如说现在建新疆打工的那些民工来，就比普通的工人来说嘛，你要是听收音机，听个维语，他说你怎么老爱听老维族人的话了？假如说，新疆人要是像日本人那么富，像美国人那么富，你是听英语日语，人家会觉得你很上进，是不是？还有那个汉族人的有些，比如说新疆有些民俗也不尊重，比如说那个清真寺那个大喇叭，比如说有朝拜的时候，那个大喇叭一响起来，有的人笑，有的人说七说八的，是不是？这也是中共的这个教育也不好我是这样认为。好，感谢福建的庄先生，感谢庄先生。我们再接一位河北的陈先生，河北陈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请讲。我对这个，如果像那个咱们那个新疆的那个新疆协会那个，如果他就是把咱们的国内的问题，如果像他这说那个东突厥斯坦，他这么反映的话，中国容易把这个国内的情况吧复杂化。人们毕竟，如果他真的成了东突厥斯坦，按一个国家来成立的话吧，这是不现实的。目前来说，估计在几百年之内呢，不可能实现。如果我们务实的来说呢，新疆的也不是维族一个民族，他在这种民族融合方面，他有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发展，和汉民族呢，因为在咱们汉民族当中，它有一个说就是文化融合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好，这是河北的陈先生，接了两位福建庄先生、河北陈先生，你怎么看这两位观众的观点？就是张先生讲的非常好。当然你看着中国的教育方面，在中国是汉语，中国是普通话。这不仅是在东土耳其斯坦或者是西藏或者是其他地方，这样在中国南部，现在是在中国南部，中国政府想推行就是 Mandarin， 也就是北京普通话。在南方的汉族人，他们也不愿意，他们讲的是粤语，他们讲的不是北京话，他们都听不懂北京话。前几年就是在南方，他们都要上街游行，不接受就是普通话。这样在我们那里也是一样。因为对维族人来说，汉语是外语。因为我现在讲维语，没有一个汉族人能听懂。假如他不懂维语或者没有学维语的话，因为这是两个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在东土耳其所推行的是所谓的双语教育。但一个在口内的一个普通的汉族人认为双语是两个语言平等的看待。但中国政府这个双语实际上是单语，就是汉语。它在东土耳其斯坦从幼儿园到大学全是汉语，没有维语，所以逼迫维吾尔儿童到大学讲汉语，忘记自己的母语。
你愿意作为一个汉族人忘记你的母语吗？有任何一个汉族人要希望忘记他的母语吗？假如我们维族人是共产党，维族人是13亿人口，我们逼迫你们汉族人不讲你们的语言，不讲你们的不用你们的传统，不让你们去你们的不是清真寺或者是庙去就是朝拜的话，你们会不烦我们吗？你们会每天高唱中国共产党吗？这不会的。然后是第二位陈先生讲的，假如讲东土耳其斯坦这很复杂化，有可能复杂化，这不是我们复杂化，这是历史，我们改变不了历史。我打断你一下啊，可以说到就是刚才这个是陈先生哈谈到就是东突厥斯坦这个问题，就是复杂化，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一直使用的是这个当然这个称呼，对来指这个新疆，我也曾经采访过，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些海外的其他的一些维族的一些组织，他们讲说现在他们的诉求是要求新疆的自觉，对，自己决定，好像和你现在和你这个美国维吾尔协会的这个官方立场不一样，好像你这是应该是独立和自觉。这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们的现在的这些海外维吾尔族的这些各种组织的这个诉求，是不是一致的？一致的，都是民族自决权我用东土耳其斯坦，这是自古以来维吾尔叫这个土地叫东土耳其斯坦，就像你们叫你们的国家叫中国。现在我用英语讲成是 China， 你们不可能用作为一个汉族人。不是我。对，我不是说你，我只为就是汉族人一体。因为你看，我们维族人叫这块土地叫东土耳其斯坦，这不管，因为汉族人叫新疆，可能美国人叫新疆，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美国人叫这个地方叫新疆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用美国人这样的方法要叫新疆或者是新疆。新疆是个汉字，也就是满清帝国侵占以后改的名字，把东土耳其斯坦改成是新疆，也就是新的疆域，也就是新的殖民地。这是一个汉语的用的名字。然后新疆这个名称对我们来说是个耻辱，也就是这是新的疆域、新的殖民地，我们新侵占了你们的土地。对我们来说，用新疆这个名字，这是个耻辱。我们并不是新疆，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名字东土耳其斯坦。这个当然不说明我们的立场是那个什么，这个我们的立场是，无论是市委会也好，维吾尔美国协会也好，我们的立场是民族自决权。我们的目的是跟中国政府能坐下来，能谈判，就是谈东土耳其斯坦的未来。中国政府可以继续叫新疆。谈判了吗？没有，当然中国政府的政策当然是我们看到是高压严打，每天打杀维族人，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什么稳定创造什么和谐？你怎么可能像一个像当年的日本人侵占你们中国一样，每天都是军队在大街上，每天就是坦克、装甲车在加上。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谈判呢？现在没有，他们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欺骗西藏人民，欺骗世界社会。因为在过去20-30年内，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政府能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能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所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假装和西藏政府谈判，他们谈了9次，什么结果都没有。现在中国政府根本和西藏政府谈判根本没有兴趣，所以中国政府现在根本也不和我们谈，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高压严打。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曾经好几次把东突列为恐怖组织，你怎么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第一，弄清楚是不是东突，是东突伊斯兰运动。东突是东土耳其斯坦或者是东突厥斯坦，这是名称。这之间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这个区别就是说，假如中国有一个恐怖主义
组织叫做中国伊斯兰运动的话，就好像你们现在是中国所说的，或者是在中国所宣称是美国或者是联合国把中国或者是任何东西和中国有联系的都变成是恐怖主义分子。中国是个地方的名称，东土耳其斯坦也是东土是个地方的名称。美国把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一个组织搞成就是恐怖主义这个组织和世界维吾尔大会有没有关联？任何关联都没有，我们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所谓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以2002年8月份，美国政府把这个所谓的组织定为是恐怖主义组织，因为那时候美国希望就是侵占伊拉克，希望就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投反对票这认为好多美国专家都认为，为了中国政府不投反对票美国政府侵占伊拉克，美国政府把这个所谓的组织就是列入自己的恐怖主义名单上。10秒钟的时间，您这个组织的现在马上要做的诉求是什么？诉求是和中国政府谈判解决东土耳其斯坦问题。你觉得有可能会开启谈判吗？现在看样子不可能，但是以后有可能，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好了，时间的关系，阿里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维吾尔协会会长阿里木斯伊托夫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